生命意义，一生到底为什么？究竟为何？难道只为维持活着？只为吃喝睡的？何必为名利奔波？为欲望执着？为成人上人忙碌？为一时气愤辛苦？一生到底为什么？究竟为何？难道只为维持活着？只为吃喝睡的？何必为名利奔波？为欲望执着？为成人上人忙碌？为一时气愤辛苦？宁愿为爱牺牲，为理想付出，了解生命意义，了解生命意义如何？